再来看今年1月2日的电动，灾情上严重的台南西区有上千栋的厝电动受到损害，有的民众已经开始登记了，也毋过补助的金额却不如预期。另外，南西市场的打商目前是搁伫围楼内底在做生意，市场处是表示讲为着安全，这个月利益拢爱全部搬走。 1月21号，地动到现在已经过了1个半月。不过，今日南西公有市场内面，涂骹煞有一寡放落来的土石，拢还未清理。受损严重的南西市场内面，到现在还阁有摊商伫做生意。近期，台南市场处为了安全，要求摊商21号爱全部搬离，互伫遮生活的摊商感觉真无奈。一起讲安尼根本无法度，来不及啊！你们自己家自己本身也是贴黄单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有这都。 整栋都拆下来了。说就是你嘛无做生意，你嘛无收入，会当迄个。对啊，你起码欧上运动党啊知影了，我们是还可以，其他的欧上这里边很多都老人家，因且金价拢无法多。也告知太上这边实在是太危险了，要搬到安全的地方居住。那市府都有提供安置处，那想要租的也有租屋补偿的一个措施哦。 除了南西市场受损严重，南西嘛有9000户的房屋受损，但是政府补助方案不如预期，又搁遥遥无期。受灾户房屋是受损唔敢大，嘛唔知何时才会当修复，只会使家己雇工拆除危楼。但是200跟300啦啊，政府怎么认定，我们也不晓得啊。就是希望说能够让我们一些无息贷款，因为盖一间房子现在都要700、800万，比如说一根柱子20万，他就补我柱子20万，就这样，并不是说。 贴单之后就直接补到最高上限300、200，不是这样子。他们的资讯接收可能第一个比较慢，然后认知上可能比较容易有错误。补助比照的是0206的标准，那补助的金额呢，则是由3大工会依照损坏的程度、修缮预估的费用而定的。对此，台南市府是强调，目前房屋损害评估大多数已经完成，会陆陆续续寄出损害评估报告以及补助申请书。 民众收到申请书了，就会当赶紧向公所提出申请，钱真紧就会立效。另外，市场摊商搬走了后，市场处嘛后续协助安置以及继续营业。公司新闻郑云台南报道。